那根据2015年的发展观光条例，旅社场所10年内得完成登记，游客大楼嘛袂使掠挂。其中伫台南就49间的庙寺有香客大楼，这庙寺就咧讲，香客大楼根本就无咧趁钱，列管是真无合理。管理局嘛回应讲，会向观光署来争取解除列管。 正统农民问新宝庙3年就可以投城香，这个信徒高背景来参与，庙埕闹气滚滚。开照期间，庙免费提供香客大楼，通互人过暝，规层楼拢满房。也若平常日庙会扣挂清洁费，以一间4人房来看，一个人300块，计小视频外口加真少。这阵公庙的香客大楼，互人规定爱申请旅馆登记，庙方出面驳回，因根本毋是营利性质，冒香客出来赞声。无，伊这是来收一个方便啦吼，啊，一个清落去清洁费，什么费安尼尔。你去外面4人房都是2、3千起跳的，啊，这里才1200，啊，里面又干净又舒适，要什么也都有什么。我呢庙寺呢，唔是迄种营利单位啦，啊，所以讲你若讲用营利单位来申请的时候吼，对咱来讲嘛非常的困扰。阮若无大人经营呢，阮会考虑呢，阮庙方考虑呢，要停止营业，哦，袂当个服务者或者香客啦。 2015年法定观光条例修正，制定对象旅社场所10档内爱去申请，就包括庙寺。即阵过渡时期要到话，目前台南就49间庙设香客大楼。庙方认为，即卖水电起价嘛爱请人来摒扫，加减爱开销，因认为着这旅馆无合理。管理局回应，香客大楼无论是以什么名称，只要有固定收费，就算盈利。若讲是随性将添用香，就通会当变列管。发展观光条例第72条规定，寺庙的香客大楼、劳工娱乐中心、青年活动中心、国军英雄馆、教师会馆等取得旅馆登记证，使得继续营业。相关规定都是为了保障旅客人身安全。明年2月7日过渡期就要到啊，管理局表示，因会继续辅导庙宇，到时若相关单位违法，会照房间数量罚18万到90万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